2024年台南400是精彩一档，尤其观光旅游的部分，伫运河游船吸引民间投资1.2亿，带动运河水域繁荣，相当使人期待。另外，伫建设投资顶面，观光旅游局8月中新增加风景区营运科以后，未来就是推动中央核定4.9亿元水影南延计划。全面提升德源比、葫芦比甲虎头比的两个体等相关发展。虎头比是台湾第一水库，那第一水库的美称除了水跟绿之外，那透过第一水库的这个名号除了做硬体建设的更新之外，例如我们这个环湖这个4.6公里的这个步道的更新，全国露营区的总更新的这个车路露营区的新建。以及这个钓鱼区的这个规划，还有这个全龄化地景等等的更新规划，那在台湾第一水库做这个水影南营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计划的实施也呼应我们一个旅游局的这个营运科的成立啦。市长委托嘛肯定林国华所率领团队的用心，期待予台南观光持续登上国际舞台，拍响台南城市观光的品牌。过了 COVID-19 2年多旅游业都很萧条，我们都知道。因此呢，事实上能够有这样的成绩，都谢谢各位旅宿业者以及工协会的努力。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加油，希望打造台南成为全台湾甚至国际友人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的第一品牌。伫政府甲一个工协会等民间观光产业的全力协调甲推广，期待新的一档，予台南迎向观光新的高峰。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